正義外星人介紹，藍鳥人 Blue Avians 是什麼？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。前言斜線寫文章緣起。我最近看到一個很厲害的網站，裡面全是介紹關於外星人的具體外貌、宇宙母艦、生活模式、社會行為的內容。我看了後超級感興趣，我就用我的通靈能力去驗證裡面的信息是否為真，並且讓我親自看看外星人的生活場景。正文：我的觀測記錄，在浩瀚的宇宙中，有一個比較少人知道的高維度生命體，代表銀河系中的神秘與仁愛的能量。他們叫藍鳥人 Blue Avians。他們和普通的銀河聯邦外星人不同，一直住在銀河系的邊緣，在高維行星 Bavi 上面。藍鳥人大多沒有固定肉體，屬於第6維度、第8維度的存在，使用單一意識與集體意識的混合形態，即他們又可以單獨與地球人對話，地球人也能連接到他們的集體意識，讓他們所有人和自己對話。藍鳥人的外形是高約3.6米，具備細長人形身體和鳥的頭。藍鳥人的皮膚上有閃爍着七彩斑斕的羽毛，單用地球人的眼睛看通常是藍色。藍鳥人是溝通與真理的大師，光是和他們連接、講話、對話，我們人類的溝通能力、表達能力、描述真理斜線證據斜線事實的能力就能變強。藍鳥人的背後有強大的翅膀，翅膀不是他們的手臂，藍鳥人的翅膀像背包一樣隱藏在背後，只有在太空中飛行的時候，他們才會使用。藍鳥人的身體不是肉做的，而是由金屬構成。他們也和地球人不一樣，呼吸的氦、氙等氣體，摸起來軟軟的。藍鳥人也不需要穿衣服，他們的羽毛織自己的衣服。藍鳥人睡覺時躺在一個由鉻的粉狀物質鋪成的圓形床上，透過這些物質吸收礦物質營養。藍鳥人沒有性器官，不需要做愛交配，以純能量的形式繁殖後代。生出來的小孩立即是成年體，所以藍鳥人也無需固定配偶，無婚姻制度，無性愛的污穢和道德的束縛，只要他們願意，就可以永生不死，僅在第6維度與回歸宇宙本源之間循環。藍鳥人自始至終信奉一體意識，即萬物皆源於宇宙本源，所有靈魂彼此互相連接。藍鳥人不需要說話，僅以冥想、思維交流，能瞬間讀取別人的想法。他們生活平等，無領袖，也無領導他人、統治他人的概念，所以也不存在戰爭，更不可能發生戰爭。藍鳥人目前極為關注地球，認為地球正在意識轉變斜線靈魂覺醒的最關鍵時期。他們的使命是協助人類了解以和平為名的壓迫、對壞人過度深遠的問題，鼓勵地球人勇敢，在好人與好人的團結中，打破壞人的思想限制，獲得靈魂提升。他們遵循一的法則 The Law of One 之理念，認為萬物一體，一即全部，全部為一。藍鳥人不直接干預地球，但會給地球人輸送勇氣、勇敢、反抗精神、看穿洗腦的智慧正能量，並配合夢境、冥想、通靈等傳遞信息。藍鳥人樂於充當地球人的宇宙導師，引導地球人在現實中活得更好，而非逃避、拋棄地球，而非投胎去靈性層次更高的星球享福。一小部分藍鳥人以星際種子 Starseed 的形式投胎地球，目前數量為3萬名。他們多從事占卜、心理學、療癒、靈性講師、教育界的工作，致力於傳播勇氣、智慧、和平的理念。藍鳥人的星際種子在地球上要學習的課題是：不要害怕衝突，不要害怕與人對立，打擊壞人才能讓好人幸福，假和諧只會帶來無窮無盡的不幸。所以，他們重視鍛鍊肉體的力量，喜歡健身和看書，並且注重自己的衣着，讓自己乾淨、整潔、落落大方，好鎮壓地球的邪惡力量。藍鳥人雖然極度偏向心靈修行，但卻不依賴修行。他們擁有全銀河最強大的科技、智慧，讓他們能發明出許許多多的解決問題的策略、儀器、工具、流程，以方便人類覺醒、清醒、提升、強化通靈能力。藍鳥人的終極願望是協助地球人變得勇敢、不害怕、充滿正義，讓地球人重新回憶起我是勇敢之心，我是正義之光。他們提醒每一個靈魂在變得比以前勇敢時，都會顯著增加地球的正能量。單獨的靈魂行為必定會影響整體。或許你也是藍鳥人的星際種子。藍鳥人祝福所有地球人，以光、勇氣、愛、團結的方式在地球繼續閃耀光芒。你的運氣、你的福報、你的一切也會因此迅速變好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